如果要讲到在台湾最深植人心的民族英雄，当然非郑成功莫属。而想要了解郑成功的相关事迹，当然就不能错过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又名开山王庙或郑成功庙，为清治时期最早的官祀郑成功纪念祠，其前身为民间所建的开山王庙。台湾日治时期曾改名为开山神社，是日本人在台最早设置的神社，也是二次大战前日本海外神社中唯一是从庙宇改为神社的特例。大门上的前无古人匾额，道出后人对郑成功的敬仰之情。山村门旁石阶砍入光绪1年的奉旨祭祀石碑，山门内有许多诗词对联墓匾，内容也多为古今人士赞颂之词。正殿郑成功塑像高达2.1公尺，为台湾当代知名雕塑家杨英风于民国50年所完成，肃穆庄严，目光锐利，表情坚毅，胸前服饰上的金龙更衬托出高贵的帝王气势。另外，在正殿还有一个不得不看的，就是清光绪元年由沈葆桢奏请将原先开山王庙改建此为延平郡王祠，便列入国家春秋祭典时，当年皇帝批准的建祠圣旨，就装在金黄色刻有9条金龙的高密箱内。中庭与东西屋则奉祀郑成功文臣武将的牌位、仪仗及祭器等。而位于延平郡王祠旁的郑成功文物馆，前身为台湾史料馆，里头更是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古文物与史料。郑成功文物馆是台南市的第一座历史文物馆。它的前身呢，可以追溯到日治时代昭和7年，也就是1932年的时候，当时是设在今天安平热兰遮城博物馆的那个地方的，称为台湾史料馆。而后几经迁移，名称也经过一些改变，称为台南市历史馆。而后在民国52年又改称为民主文物馆，然后就又改称为郑成功文物馆然后它的一个位置呢，也几经变迁那在民国54年迁到现在的所做的一个所在位置。所以从文物馆硬体的本身来看它其实就相当有它的一个历史性跟时代意义。目前在郑成功文物馆内设立有成功典藏瑰宝常设展，展出馆内各项珍贵文物。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导览老师的解说之下，一起来了解台湾历史。典藏瑰宝常设展共分为4个展区，分别是大台南发展历史背景、典藏瑰宝、典藏文物及文化资产与文化修复。首先，第一个展区呈现大台南发展历史背景与典藏文物的关系，介绍郑成功相关文物、文化资产以及台湾府城的文物。台湾历史上不只是台南历史，更是台湾历史上一个代表性、重要性的一个人物郑成功，把他相关的文物带进来。所以在现场的这一期的一个展览上面，除了有介绍郑成功的相关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啦、民间故事这一类的一个故事内容之外，也特别介绍了郑成功明郑时期相关的一个文物目前展示在我们馆里面的这些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展区里面，我们为大家彰显郑成功跟台南、跟台湾，还有我们文物馆的典藏文物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边特别展示了郑成功诞生史。所谓的郑成功的诞生史，指的就是郑成功他出生的那一块地方当年的那个地方。那因为我们知道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那他是在日本平户海滨千里滨这个地方诞生的。那他当年诞生的那块海滨有一堆石头。那之后，即使郑成功回到当时中国明朝了
但因为他是近代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日本方面、中国方面或是台湾方面都是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昔日郑成功诞生所在地的那一堆的一个石头，一直也被日本人相当的重视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史迹加以一个维护。那后来透过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他们也特别把在那一堆石头当中特别起了一块赠送给郑成功文物馆，成为馆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珍贵文物。第二展区典藏瑰宝，只是这一次常设展最有看头的，因为展区内展出的是7件文物馆的镇馆之宝。第一件的一个镇馆之宝郑成功画像。那这一幅画像是日治时代日本的一个画家叫纳西丰庆他所临摹绘制的所以附注所谓的纳西丰庆摹本。因为郑成功的一个有关画像传世的版本非常多。那在20世纪初期所发现的一个原件呢目前是典藏在台湾博物馆，也被指定为国宝了。那当这件原件被发现之后相关的这些画家啦临摹的作品蛮多见的虽然临摹传世的版本非常多，但是什么时间点哪一位画家所临摹的，事实上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资料。那郑成功文物馆所典藏收藏的这件纳西丰庆摹本呢很具体的，它有画家的落款，还有当时临摹时间的一个落款从画作上看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因为文化局有委托相关的台南艺术大学他们做一个科学的一个检测所以透过红外线的一个检验可以在这幅画的右下角角落那边可以看得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纳西丰庆以及明治44年1911年这样的一个落款。所以郑成功文物馆所典藏的这一幅的郑成功画像的一个摹本呢是这个唯一传世的临摹的版本，郑成功画像临摹的版本当中唯一有经过科学检验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据说目前造成抢购风潮的古迹创意商品成功洋芋片，其包装封面使用的正是此郑成功的图像哦。典藏瑰宝当中的第二件镇馆之宝就是郑成功草书。那郑成功的书法传世的一个作品，就如同他的画像一样，也有非常多的作品跟版本。那郑成功文物馆所典藏的这一幅郑成功草书它也是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检验之后证实是真品实际是郑成功的一个书法的风格。那我们知道郑成功我虽然是一个所谓的武将啦这个带领这种所谓的一个士兵啦肩负起反清复明的使命，但在这之前他其实是受过正式的传统的儒家的一个教育，所以除了文采好之外，他也是一手好的一个书法。那后来经过专家的相关的一个从书法作品的风格去比对去考证，然后再透过科学仪器的一个检测，那证实这一幅书法确实是郑成功的一个作品。再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件的古物就是玉板。那玉板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之为宁靖王义父。义父呢，这个父就是古时候官员要上朝觐见皇帝时期所拿的这个奏板。那因为它的体型相当的大，而且材质也相当的好，所以从清末以来，到日治时代乃到于近代一直都相传是昔日宁靖王他所拥有的这个奏板这样的一个
物品，所以被称之为邻近王义父，也是相当稀有的。清代励志真言图是目前台湾所见唯一一件借实名文物，全长276.8公分，宽146.7公分，尺寸硕大，相当罕见。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个体型非常硕大的一块匾额啦，哈，上面总共写了16个大字啊，所谓的耳凤耳鹿，民高民直，下民意内，上天然气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清代励志箴言匾。那所谓的一个励志箴言，指的就是作为官员的政风啦、治基的一个座右铭的这样的一个文物。那这一件文物呢，是由同治年间一位台湾县的一个知县，也就是县长叫白銮卿的，他把他在担任台湾知县时期作为自己的一个座右铭，除了自我勉励之外，也希望在台的这些相关的官员，随时都以所谓的体谅苍生啦然后了解这个民间的疾苦身为一个地方父母官应该洁身自爱应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廉洁简朴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林朝英书法木刻。那林朝英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台湾府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也是一个士绅。那他除了经商有成之外，在文采方面也相当的一个多才多艺诗还有创作上，还有包括画，甚至包括所谓的一个木刻、雕刻这方面样样都相当精通留下了许多的一个作品，所以日本学者特别赞誉他所谓的清代时期台湾的唯一的一个艺术家，可见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个表现相当受到肯定。那在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尤其以所谓的一个书法木刻这个是最为代表性，也就是他以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8首诗为一个范本，然后他书写之后，他自己呢善于精以雕刻一一的把这8首诗刻在这个木板上面成为所谓的一个林朝英书法木刻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8件的一个作品呢当中的第5件已经遗失不见了。那在郑成功文物馆所典藏的就是当中的第2件跟第3件。民众能够一睹一代艺术家的林朝英的一个作品，就只有在郑成功文物馆这边可以具体的一个看到。除此之外，在此区也展出林朝英的墓志铭、以风亭林朝英行略、书本、刻板、书联等作品，让市民朋友可以一睹一代书画家令人赞叹的才华。现在我们所看到这块石碑称为葫芦皮湖中岛石碑。那它是在清朝乾隆58年，也就是西元1793年的时候，由当时的一个嘉义县长他所颁发的一个告示碑。那这个的一个内容就是谈葫芦皮，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关田区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早期作为农业灌溉之用的这种一个埤塘的一个建设。那因为埤塘的这些水呢水源事关农业发展灌溉的一个需要，所以对它的一个维护历来都相当重视。那至于埤里面的这些鱼啦、虾啦它是归这个埤塘的管理人所拥有。那管理人平时将埤塘里面这些鱼虾捕捉之后除了自用之外，多的也可以拿去贩卖，然后贩卖之后的这些金钱呢，则是用来建设这个葫芦皮这个埤塘的，也就养护供的之用。但因为
普鲁皮附近周遭的这些民众，他可能会私自来捕捉皮塘里面这些鱼虾啊，影响到管理人的他的一个权益啊，所以就由普鲁皮的这个管理人向当时的嘉义县啊陈情啊，希望能够透过官方的一个法令的一个公告，以遏制这些啊所谓的民间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侵占啊私自捕捉皮中的这些鱼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除了说它年代久远之外，在乾隆年间的快10倍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内容啊，具体的反映出了早期我们今天下营啦、官田一带的水利灌溉建设跟官方的水利政策啊，相当具体的这个反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深具历史意义啊，所以被指定为古物。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件古物啊，称为台湾县苏孝明义生执照啊。那所谓的一个义生执照啊，我们知道就是像台南虎穴孔庙啊，每年春秋2季都有义生来表演义舞。那在清代，你要担任这种祭孔时期的一个义生啊，必须要由地方的这些秀才推荐啊，经推荐之后，然后官方进行相关的审核，那而后经过审核通过之后，才颁发给这个执照。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当时对义生的一个审核条件啊，也相当的一个严谨的啊，包括它上面注明了该义生啊，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包括他啊，也就是3代身家清白啊，类似我们像现在在做身家调查一样啊。这个当时要成为一个担任祭孔时期的一个义生啊，他也是要经过很严谨的一个考核而才颁发啊。所以这件的一个执照之所以会被指定为古物啊，就是具体的反映昔日义生的挑选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然后同时在这个执照上面也注明的除了说他身家3代清白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资料的一个记载之外，还包括义生本身的要长得眉清目秀啦也就外观条件也都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标准之一。那同时在执照里面也留下了这位义生他的住家所在地所以执照的内容相当的一个能够彰显一个昔日义生显才的一个标准。那更珍贵的就是这一件的古物呢它是目前台南地区唯一留存的，目前仅见的一份义生执照。看完了7件镇馆之宝，是不是大开眼界呢？这7件古物不仅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价值，更是台南古物的瑰宝，非常值得民众细细观赏哦。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3个展区——典藏文物。因为郑成功文物馆收藏丰硕的历史文物，举凡化石、石器、陶器、木雕等民俗器物与史料文献多达数千多件，内容更是涵跨了史前生物、汉民族文明与晚近生活器物、文化演进与文物等等的古今风貌尽在其中。所以为了让民众可以有系统的认识这些文物，馆方特别分类规划，分有史前文物、书画文物、安平壶、碑刻文物、木雕文物、古文书器、货币银票、兵器甲胄、稀有文物等9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木刻文物。那郑成功文物馆里面所典藏的木刻文物数量也蛮多的。那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几件。那当中有一件像前五股人这块匾是光绪元年西元1875年延平晋王祠落成之后，由当时的在台的这些官员们他们所题赠的一块匾额前五股人
当然用来称赞赞美郑成功一生的这种丰功伟业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是岩涧，那至于在延平晋王祠的头门入口那一块啊，当然基于保护古物的一个考量，所以原来的匾额呢，我们收藏在馆内。至于在延平晋王祠头门那一边的就是用一个仿造的一个匾额啊，避免历史的文物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的一个磨损而破坏导致它的一个劣化。另外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保存十分完整的下马碑。万寿宫下马碑这一块的一个石碑呢，原本是立在清代时期在台南的一栋官方建筑物，称为万寿宫。那万寿宫是清朝时期在台这些官员每逢朝廷重要庆典集会祝贺的一个空间，一个建筑物。那所以在万寿宫的外围标示这个立有这一块的一个下马碑，当然就是告知即将来到看到这块下马碑的时候，所谓的文武官员皆敏人等至此下马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所以称之为下马碑。那在这一块石碑，除了用汉文之外，旁边也有用满文书写，形成满汉文并列的这样的一个石碑这在台湾的众多石碑当中相当罕见。最后我们进入到第4个展区，文化资产与文物修护，展出馆方历年来所修复的木质与纸质文物的过程，也要透过这一区让大众了解到文物保存的不易。在这一期里面一方面也让民众了解到说郑成功文物馆除了从成立以来的不断的在收集做文物典藏之外，在近10年来也相继的逐一的针对一些比较类化的一个文物啦，或是重要的一个古物啦委托专业领域的这些修护师他们做一个文物的一个修护包括纸质文物的，或是有关木质生活器物啦脸盆架啦化妆台啦这种的一个相关文物的一个修护呈现在民众前面让他们了解到原来这样的一个古物它的一个能够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除了有前人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然后后人的一个收藏典藏之外，修护这一部分也是必要不可少的。透过详尽的图文说明及修复好的文物展示，让我们发现文物的损坏其实有相当多种的状况，举凡表面有脏污、虫蛀、生锈、裂痕等，唯有透过专业的文物修护师的巧手与耐心，才可以让值得被典藏的古文物有再度被展示的机会。另外在这一区，馆方也特别设计了一个互动寻宝游戏规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平台啦就是让民众可以来寻宝这个好比在考古挖视觉一样啦这个挖到其中的有陶片的，有做记号的，那就可以向馆方这边索取一个成功祈福卡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一个市民朋友，或是来自各地的这些游客，我们都能够来到郑成功文物馆来见证成功、典藏成功祝福大家都成功。今天的节目带大家畅游延平郡王祠及郑成功文物馆，并且在老师的带领解说下，一一认识与郑成功有关的文物及历史史料。其实在过去可能比较少人知道，原来郑成功文物馆有这么多丰富的古物收藏。这次透过常设展的规划，相信会带给台南市市民更多知识与收获。